了1日1夜了，还是没有小凡的踪影。他是不会放弃的。我知道以他的脾气，如果找不到灵石的话，是绝技不会离开这里的。景宇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李寻那件事情？你就不怕他害得小凡拿不到灵石？再说了，碧瑶不也是你的朋友吗？难道你不想让他复活吗？我也想帮小凡复活碧瑶，可惜人死不能复生，碧瑶已经不在了。小凡是我唯一的兄弟，我不能让他误入歧途。可是他已经不想再待在青云了。不会的，他只是一时伤心，糊涂了。算了吧，先找到小凡再说吧。这地方这么大，当初你们是怎么找到的？当初在空桑山找了很久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没错，这便是当日我师父用来炼蛊的炉。只要找到散落在古剑的血蜻蜓，让他们聚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找到观星崖了。待会我施法，香气自会把他们召唤过来。就是这儿。我记得上一次这里有一个隐形的屏障。那你快进去取灵石吧。你呢？我还是不进去了，免得待会儿你又提心吊胆的，生怕我会在背后给你一刀。谢了，张小凡，一定要拿到灵石。雅主，张少侠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你还记得我？当然记得。上次碧瑶带你过来救好你之后，这一眨眼就是1年多了。怎么样，身体如何？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求雅主救碧瑶一命。什么？碧瑶她替我挡了诛仙剑，我现在只想让她醒过来。这样，你先起来慢慢说。碧瑶姑娘呢？她还在胡岐山。只要雅主您肯答应，我立马让鬼王把她带过来。不是我不愿意，只是你先起来吧。起来！张小凡，你随我来，我带你去看灵石。如果你还坚持要复活碧瑶姑娘，倒也随你。真是冤家路窄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少城主，
听说你把于都城治理得不错嘛，比你在青云可是出息多了。少废话！张小凡在什么地方？你怎么知道我跟他是一伙？我没见过他。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去无言。如果没有灵石的话，什么事情都办不到。亚种，标只获得了7天的性命，求你一定要帮帮他，不能再等了。还等什么？人都杀过来了，强总跑了。秦无言，不要冲动。你带了多少人过来？小凡。谁告诉苍松的？是我说的。
上次让你打探诛仙剑的下落，虽然最后未有结果，但也算尽心尽力。鬼王赏罚分明，让我送一支兽神之血的丹药给你。听闻青云一战，道玄田不易对你十分器重，已让你暂理通天峰事务，待掌门之旨。师尊道玄受伤闭关，青云门的重要事务全部交于田不易、曾书长处理。我也只是打理一些零碎的小事。你无需紧张。若是他日你可以坐上首座之位，执掌青云，那对我派也是大为有利之事。只是可惜，此次受挫，又使我派四分五裂。短暂时日不会轻举妄动，你继续留在青云，等待时机。还有，张小凡复活碧瑶之事，你不可插手。为什么？无论事情成败，他都会为我派所用。此事你无需理会，尽快赶回青云便是。是。叔叔已将关心崖主及其村民带回鱼都安顿。这件事情，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错。没想到会牵连无。今日。外公，我又见到秦无言了，只是没想到这一次，他居然跟小凡是一边的。曾叔叔，你别过来，我烦。
你去哪里？我现在要回禀师门，请田师叔下山。现在只有他能亲自惩治张小凡了。师兄，小凡只是悲伤过度，一时糊涂。如今青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，我会劝他回来的。靖宇，你觉得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，劝说还有用吗？小凡不及师兄那样有聪明才智，不能圆滑魔教与正道。他的为人我很清楚，他需要有人在旁提点。师兄这样步步紧逼，不知有何缘由。我雪琪，你听我说，见到张小凡，就一剑杀了他。师父，张师弟不会与师门为敌的。我了解他的为人，他绝对不会的。雪琪，你不要再有侥幸之心了。难道你希望有朝一日，他杀回师门，灭我青云吗？他们让你来兴师问罪的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很清楚现在做的一切，并有勇气承担这一切的后果，那就没有任何人能给你定罪。我来这是想到一件事情，特意告诉你。下山前，师父跟我说，掌门师伯没有错，让我见到你之后无需多说。直接一剑杀了你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是我师弟，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可是我现在不能把性命交给你。上次奉师命下山追捕你时，我就已不是你的对手。现在我也不会对你动手。还记得在小池镇那天，你对我说，人之所以要变强，就是不想面对那些两难的选择。现在呢？想到办法了吗？没有。所以，有些事情，无论你多努力，结果都不会改变。眼下形势，无论你是否能复活碧瑶，你都不要再回青云门了。我唯一愧疚的，是对不起把我养大的师父和师娘。你回去以后如实禀报，不用为我开脱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彻底死心，以后再也不会失望。萧师兄已经返回青云门，禀告了关于你的一切。既然你已下定决心，我这就回去，拖住田师伯，多给你几日时间。
多谢。也许再见面时，你我就已经是敌人了。张师弟，我知道你对碧瑶的感情，可是，在青云门里，对你来说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比她更重要吗？没有谁比谁更重要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是我对碧瑶的承诺。你承诺之事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。张小凡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把玄火剑交出来！你们想干什么？玄火剑要是真的在我身上，你尽管来拿，你尽管来拿！以后我要的时候记得还给我。为什么？我居然没有发现。为什么你那么傻？证据确凿。张小凡，你说你不是鸡鸣狗盗之徒，你是什么？这下你们还怎么说？想要抓我的话，一起上！多谢。师兄，反正玄火剑咱们已经拿回来了，至于张小凡的逆徒，就交给青云门他们自己处置吧。你们果然是师出同门的好兄弟，后会有期。哼。
这天地明石果然威力无穷，只可惜我有伤在身，不能吸取太多的灵力。太阴血阵的范围虽然不大，但是足够你疗伤所需了。等到灵石的灵力被吸光了，你的伤势便可痊愈。只是这里离余都太近，怕就怕青云弟子和张小凡，还有鬼王宗的帮凶再找来，那就节外生枝了。你久服血虫，受。小凡，你去哪儿？我只是希望我心爱的女孩能够活下来。
难道这也有错吗？正魔殊途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啊。有时候真的挺羡慕你的，或许从一开始我就应该学你，不去找他，也不让他来找我。或许就隔着那么一条街，哪怕只是远远的望上一眼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如果上苍垂怜，能够把它还给我，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再有任何奢求了。其实我的情况也没你说的那么好。虽然师门没有明说，但我爹死活不让我娶丁玲，丁玲也不肯嫁给我。唉，现在好了，他是锦绣坊的老板，变得跟金瓶儿一模一样。正道魔道打成这个样子，我们更加是不可能了。今天早上我还去看他，他闭门谢客，不肯见我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这个世间才会消弭仇恨，不会再不死不休？什么时候？玄火剑定是碧瑶给他的，还变了个玉佩放他身上，说不定是给他防身用的。我一个人管着这么大的城，还成天提心吊胆，生怕门派里头后院起火。如今我的兄弟又变成这个样子，靖宇，你说小凡到底去哪儿了？他如果再回鬼王宗的话，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。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我比你更不想失去他。是啊，我师妹你们打小认识，竹马之交，但是我一直把他当成我最好的兄弟。只是这个兄弟，总归与咱们不同道啊，得先想办法找到他。如果这次再遇见他，我们再也不能让他走了。行，我先把秦慕言的事放在一边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把小凡找回来再说。靖宇，苍松夺了灵石，逃去哪儿了？既然玉阳子的伤重到需要灵石去治疗，想必他可能并没有走远，可能就在这附近疗伤。这样，明日我去城外找，你在城内找。如果见到小凡，务必让他留下。好。野狗，别走！还想跑？谁把你放出来的？我不能说。你想干什么？小凡呢？他不是应该跟你们在一块儿吗？我也找他呢。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要老实回答，我就放你走。鬼王想找小凡做什么？到底有什么阴谋？鬼王只是说要复活碧瑶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。人家女儿死了，怪可怜的，当爹的不容易，他能有什么阴谋啊？算了吧，你走吧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是不是找张小凡啊？
你带上我呗，啊？带着你，像什么话？我是青云门的，你是魔教的。苍松和你不都是出身于炼血堂吗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不认识他。哦，他现在已经和玉阳子是一伙的了。我上次和张小凡回义庄，就差点中了梦记的埋伏。义庄？配不配，可以另说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这一身武功却是我从小到大一手教会的。怎么，你现在想用它来对付我？这是你早就准备好的陷阱。不错，我没有真正的离开，就是要留下来等着你。还有张小凡，我要从此。张小凡来了，为师送你们两个一起上路。你怎么了？我找你呀！你没碰上林靖宇吗？他也猜到苍松可能就在这儿。他也来了啊？早上就出来了？你们没碰到啊？我在这里查探了好几个时辰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里一定是个陷阱，恐怕青羽已经中了苍松的埋伏。那怎么办？我去找帮手。哎呀，这一时半会儿找谁呀？这……通知曾叔叔，快！哦。你在等谁？你不进去，是还在期待青云的人会来帮你吧？我劝你不要痴心妄想了，凡事还是得靠你自己，不能硬闯。苍松之所以会待在这儿，或许他就是希望我闯进去。苍松既然愿意留在义庄冒这个险，
就是算准了，你们一定会来，而且现在恐怕已经抓住一个林惊羽了。我有一个法子，你要不要试试？还有3天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到处当叛徒，难道就没有想过做回你自己吗？瞧你说的，摇来摆去，一直当叛徒，就是我的本性。我一直坚守本心，难道本心就不能当叛徒吗？其实，你也不用担心我会算计你。我不过是想看看，你跟碧瑶最后会如何收场。你不是怨天怨地吗？现在我愿意帮你，就是为了看到，哪怕你用尽了最后的努力，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，也抵抗不了命运的那一刻，想必会非常精彩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有一个法子，只是要让你吃点苦。为师想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肯点头，再到为师这边来，我就可以把灵石拿回来，让你拿给张小凡，去救他心爱的人。我是不会相信你。从前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这就是你的坚持。他都与我无关呐！真正屠杀草庙村的人不是我，是那个所谓的正派大师朴志。而你们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这都是道玄的所作所为而致。就算是没有我，早晚会有人来毁掉青云的。不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是你抢夺嗜血珠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然后我就可以放你回青云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天下没。不尽灯库而亡了。你们的堂主伤势怎么样了？他仍在疗伤，只是万毒门的秦无言登门拜访。秦无言是，他还带了张小凡。这就是你要的东西吧？
这宝物终于又回到了炼血堂的手里。秦无言，你把这件宝贝献给我，还把鬼王宗的女婿给我送来了，怎么，你不怕死吗？哼，鬼王答应你的没给你，答应我的也一样没有给我。鬼王宗外强中干，经过这么一场虚耗后，已是溃败不堪。如今但凡不是蠢人，也知道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。你给他下了毒了？不比你的七尾蜈蚣，但也是我们万毒门的剧毒，无药可解。张小凡，今天你算是走到头了。好，提条件吧，尽管开出来。急什么？我还没说完。等岳阳子痊愈以后，我还能给你们带路进鬼王宗去。临时上做点手脚，再带过去，谎称张小凡已经死了，趁着鬼王复活他女儿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，自然能取他性命。接着说。第二，你得帮我从我师父手中拿到万古虫的解药，我会带着幽姬亲自去换，到时候你得帮我从旁说情。哼，秦无言。这就是你的条件？拿一个张小凡，想换这么多，未免想的也太美了吧？好，条件我们暂时就这样答应了，其他的想好了再说。苍松，哥俩等着一起受死吧！小凡，你中毒了！苍松居然用七尾蜈蚣咬了你！我不会死的，秦无言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。先服下九转蛇毒，你会身中剧毒。再把你带到苍松面前，为了保险起见。他一定会放出七尾蜈蚣，再咬你一口。这两种毒是相互克制的，不到3个时辰，便会在你体内相互抵消，自行解毒，乃是以毒攻毒的办法。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。你为什么会相信秦无言？万一计划出错了怎么办？这是我唯一的办法。小凡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在青云度过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连你师父师娘的恩情
都还比不了道玄掌门那一剑吗？不，我对他的不是恨。面对诛仙剑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没有仇恨，只是震惊、愤怒。那一刻，我想反抗，可是我不知道该对谁。是对青云，对道玄，还是对这个天地？找小凡哥哥也不带我去，自个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这不急死人吗？见到叔叔，让他快点回来。小环，我不是让你躲远点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哎呀，林惊羽可能被抓了，张小凡正在想办法呢，就在城外义庄，让我回来通知曾叔叔。哎呀，叔叔不在，我让木鸟去通知他。你快带我去找小凡哥哥。带你去？你又不会什么法术，你去也帮不上什么忙啊。谁说我不会啊？我最近跟叔叔学了不少，肯定能帮上忙的。那个小凡哥哥，他一个人太危险了，你快带我去吧，赶紧啊！哦，走。小凡哥哥呢？我早上离开的时候还在这儿呢，难不成他进去了？你我师徒缘分到今天为止了，虽然我有万般不舍，却也只能如此了。苍松，你这也太浪费了吧？为什么不留着张小凡做人质呢？现在碧瑶已经死了，你以为鬼王宗还会念及这点情面吗？再说，他们两个早就该死了。当年普至草庙村失守，留下这两个祸害，他们俩早该死了。把他俩给我推入血阵！张小凡，快抢离石！快抓住他们！师傅，你怎么样？赶紧走，走！放开他！识趣点，给我住手！再敢轻举妄动，我就捏死他！放开他！
马上就是我的了。小凡，追上我的蒙面人是你！现在才知道，若不是田不易保着你，我早就灭了你的口。可惜，你今天知道的太晚了，你就要命丧于此了。小凡，为什么要跟我作对？想要灵石，你们也甭想得到！住手！看你如何复活碧瑶！
为了一个缥缈的希望，爹是不是太执着了？
此行如何？我心甘情愿地帮了我最厌恶的人，却还是什么都挽回不了。总会有办法的。听说天书复活兽神之时，可以召唤出大量的天地灵气，借着这灵气，说不定可以让碧瑶苏醒过来。天书，天书，集齐5卷天书，谈何容易？师父，山下之事如何？果然如此。那日在玉清殿，你以性命为他担保之时，为师就已经知道，你对他是下不了手的。冤孽！师父，我不是。是与不是都已经不再重要。琪儿，你可知当日为师为何要呵斥你？是弟子的错，让师父为难了。为师并不是因为好面子下不了台而呵斥你，而是因为你不明白，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逞一时之勇，反而将张小凡逼向绝境。为什么？当年也有个像他一样的人，犯了大错。当时我们也不顾一切地为他求情，可是终于还是无力挽回。师父，您说的是万世伯吗？镇魔部分离经叛道，素来是青云的大忌。无论是谁，何种理由，都不可撼动正魔两立这个准则。琪儿，你不要怪你的掌门师伯，他是青云执掌正道之首，有很多事情，即便是不忍不愿，哪怕再冷酷无情，到最终还是要做个决断的。师父，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本来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。这都是命。琪儿，你就忘了他吧。如今师父已经经脉尽断，修为全废，日后这个小主峰啊，就全交给你了。师父，您千万不要这么说，你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。修为功法乃是身外之物，为师并不放在心上。冬去春来，万物更迭，乃是世间之大道。为师相信，终有一天，你会比师父做得更好。只是，你不要畏惧，要直接面对你的心魔。来日与他再相见之时，便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了。到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手软。